传承足清楚，记忆很完整，哦，是咱当初过来的这个部分。咱台湾有一个好处，哦，今仔大陆人来嘛，讲心理这点啊，我们有文明啊，哦，咱台湾人有文明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文化在台湾，哦，有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保利，非常好的保利，哦，好，咱再次的掌声来感谢咱的陈景昌老师，哦，这个比赛的这个。机关上的参考，各位有兴趣哈，除了陈老师多多研究交流。